我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罢免，伫个南投埔里引发着一件风波。有一个要罢免掉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的公民团体，到一间连锁的咖啡厅，使用店家的桌啊椅啊，抵受罢免的连书书。结果这个店家是出面来阻止，双方全起口角。店家伫个面册来公告，讲谢绝所有党派的政治活动。结果所互部分的网友来呛声，讲要发起着抵制。啊，当然嘛有人挺店家，讲这根本就是妨害人做生意。我们是消费者，消费者不能在这个拿钱数钱。室外桌仔顶有放连锁的物件，民间团体就以小姐手提咖啡证明讲有开钱消费，佫强调讲是咧行使公民权。我们上面有写说我们与店家并无合作，请勿打扰店家。我们这是我们国家的土地了，你说乱来。为着敢会当伫遐受罢免的连叔叔双方煞起冤家，这是伫南投埔里的这间连锁咖啡厅，伊规气将桌仔甲椅仔拢收起来，而且佫毋若伫店门口打出告示。伫面册嘛有公告讲谢绝所有党派政治活动，不过这一日来煞引起众怒，未少网友呛声讲要全面抵制，佫讲只是整理物件是安怎袂当。也毋过有人挺这间店，讲是妨碍人做生意，是大标签，是变文化革命。没有经过人家同意，在人家的骑楼那里摆摊，我想这可能就会引起冲突，两造都要去替对方着想了。也毋过有人着急讲，行罢免战的虎头鸟鼠尾。如果进入到第二阶段，需要更多的一些联署。我左思右想呢，今天最能够协助公民团体这个运动的，可能还是我们党部的资源。民进党立委呼吁党中央要做上强的靠山，伫未来发挥秘密的组织战的实力。连创办人朱兴成更加放条讲，只要攻击伊也是失败用的人，就是非点来反制敌军的环境。铲除克星，罢免双无。第二天前，民间团体大动作的送件反制民进党立委的拿军，嘛到中选会送交罢免吴思瑶，甲5派一个第一阶段连书书，赶伫选罢法加严进程加入罢免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